有冇試過，即使閉上眼，你都能精準講出聲音由邊度嚟？呢個看似理所當然嘅能力，其實隱藏住大腦嘅驚人秘密。我哋嘅聽覺系統係點樣做到咁神奇嘅事？原來大腦主要依靠兩大線索：時間差同強度差。如果聲音喺你右邊發出，右耳會比左耳早一丁點聽到，聲音傳到右耳亦會更響亮。呢個微細嘅時間同強度差異，就係大腦定位嘅關鍵。但如果聲音喺正前方或後方，左右耳接收嘅時間同強度就差唔多，大腦點算？呢個時候，我哋複雜嘅耳廓形狀就喺度作用，佢會改變唔同頻率聲波嘅反射方式，提供額外嘅線索，而大腦會將所有信息極速處理，結合記憶，繪製出三維空間嘅聲音地圖。下次聽到聲，你就會知道係大腦喺度做緊咩啦。